香港的夏天潮濕悶熱，狗仔隊的鏡頭卻永遠比天氣更讓人透不過氣。一則關於謝霆鋒為4胎女人成立3億教育基金的消息，如同一顆深水炸彈，在沉寂苦久的娛樂圈水面下炸開，瞬間席捲了所有社交媒體的頭條。3億這個數字帶着一種令人眩暈的物質力量，被冠以未來的名義，沉甸甸地壓在了大眾的神經上。而緊隨其後，像柏芝那句被媒體解讀為充滿火藥味的回應，孩子的未來我來守護，更是瞬間將這對離婚多年的昔日夫妻再次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各大論壇、短視頻平台、微博熱搜榜上，這個話題以驚人的速度發酵，各路自媒體博主連夜趕製視頻，從財經角度分析3億基金的配置合理性，從法律角度探討撫養費的支付邊界，從情感角度挖掘單親母親的堅韌與不易，從道德層面審視離異父母的責任劃分，幾乎每一個角度都被挖掘得淋漓盡致。但仔細審視這些鋪天及地的討論，我們卻發現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絕大多數人津津樂道的是基於一個尚未被證實的傳聞而展開的想象。謝霆鋒的經紀人霍文希在面對記者追問時，以不回應私人家庭事務為由匆匆掛斷電話。像柏芝的內地工作室則發布了一條模棱兩可的微博，配圖是一張他與3個兒子在海邊嬉戲的舊照，文字寫着陪伴是最長情的告白。這條微博在24小時內獲得了超過100萬的點讚，評論歐里兩派意見涇渭分明，一派盛讚他是娛樂圈最偉大的單親媽媽，另一派則冷嘲熱諷他又在拿孩子炒作。在這種極端對立的聲音中，那個被反覆提及的4胎女人究竟是誰，反而成了一個被懸置的問題。仿佛大家並不真的關心真相，大家只關心自己願意相信的那個版本。事實上，根據香港多家權威媒體的交叉求證，所謂4胎女人的說法最早嚟源於某娛樂週刊的匿名爆料。該週刊以知情人士透露的口吻寫道：謝霆鋒近期在律師陪同下修訂了家族信託基金的受益人名單，新增了一名未成年女性受益人的名字，且該信託基金的教育專項子賬戶一次性注入了3億港幣。這篇報道被內地多家門戶網站轉載後，在2次傳播的過程中發生了嚴重的變形與添油加醋，新增受益人被直接等同於謝霆鋒的4胎女人。而教育專項子賬戶則被簡化為女人成立的教育基金。至於這位女人的母親是誰，爆料中預言不揚，但網友們憑借驚人的聯想能力，迅速將矛頭指向了謝霆鋒的現任伴侶王菲，甚至有人煞有介事地翻出了王菲去年被拍到的衣着寬鬆的照片，以此佐證其秘密產女的猜測。然而，所有這些推論都建立在極其脆弱的邏輯鏈條之上。沒有任何一項出生證明、醫院記錄或者親子鑑定的實錘證據被公之於眾。王菲的經紀人陳家英在接受電話採訪時，明顯帶着不耐煩的語氣說：每天都有這種離譜的傳聞，我們不作回應，也請大家不要輕信。而謝霆鋒本人則在被拍到現身中環某銀行大樓時，面對記者關於3億基金的連番追問，只是面無表情地擺了擺手，徑直登上保姆車離去。這種沉默被一部分人解讀為默認，又被另一部分人解讀為不屑解釋。但無論如何解讀，我們都沒有獲得任何確鑿的信息。這恰恰是當下娛樂新聞傳播的一個典型縮影，一個嚟源模糊的匿名消息，經過多輪轉載和加工，最終在公眾認知中固化為事實。而最初的出處早已無從追溯。我們生活在一個信息過載卻真相稀缺的時代，每個人都在用自己的立場和情緒去裁剪事實，最終形成的信息繭房讓理性對話變得越嚟越困難。讓我們暫且擱置4胎女人是否真實存在這個問題，先來看看3億這個數字本身究竟意味着什麼。3億港幣，按照當前匯率折合人民幣約2億7千萬元，對於任何一個普通家庭而言，這筆錢足以保證3代人錦衣玉食的生活。但如果放在謝霆鋒的個人財富版圖中審視，他或許並不像外界想象的那般具有轟動性。
根據香港聯交所的公開資料以及多家財經媒體對謝霆鋒商業版圖的追蹤報道，他的收入來源主要分為3個板塊：演藝事業、風味品牌和房地產投資。演藝方面，他作為演運和綜藝導師的單集片酬早在數年前就已突破千萬級別，加上每年數場商業演出的不菲收入，近這一項的年收入就保持在8千萬至1億港幣之間。風味品牌則是他近年來傾注心血最多的領域，從最初的美食真人秀節目，逐步發展為一個鹹合方便食品、調味料、廚具以及與各大餐飲集團聯名合作的完整產業鏈。據業內估算，風味 IP 的年度營收在2億港幣以上，雖然其中大部分需要用於運營和再投入，但淨利潤依然相當可觀。房地產投資方面，他早年在香港淺水灣、半山以及北京朝陽勾購入的多處豪宅，在過去10年的樓市上漲週期中增值幅度驚人，僅物業資產總值就保守估計超過5億港幣。綜合各項收入與資產，謝霆鋒的個人身家被多位財經博主測算在15億至20億港幣之間。在這樣的財富量級下，為一個孩子設立3億的教育基金，本質上是一種理性的財富配置行為，而非一時衝動的感情表態。香港許多高淨值家庭都會在子女年幼時設立家族信託或教育基金，通過專業的資產管理團隊進行穩健投資，確保孩子從幼兒園到研究生畢業的每一個階段都有充足的資金支持，甚至包括創業啟動資金和首次置業的首付款。這種做法在富豪圈層中極為普遍，其目的並非炫耀父愛，而是規避未來可能出現的財務風險、婚姻變故帶來的財產分割糾紛以及遺產稅等潛在負擔。謝霆鋒本人早在10年前接受財經人物專訪時就曾談到，他從小看着父親謝賢在演藝圈的起伏，深知明星的收入具有極大的不穩定性，今天可能賺得盆滿缽滿，明天就可能磨人問津。因此他養成了將收入的大部分轉化為不動產和長期理財產品的習慣。這種保守而務實的財務觀，決定了他不可能像某些暴發戶那樣將3億現金隨手甩出，而是佢通過專業的法律和金融架構來完成這筆安排。所以，所謂的3億教育基金，從謝霆鋒的角度來看，更大概率是一項經過精密計算的家族資產規劃，足於他整體財富管理中的常規操作，而非針對4胎女人的特殊厚愛。但媒體顯然不會採用如此平淡的解鬥方式，他們需要戲劇衝突，需要天界父愛與單親母親守護之間的對立敘事，因為只有這樣的故事才能吸引眼球、刺激流量、拉動廣告收入。這就是娛樂工業的殘酷邏輯，真實往往過於乏味，唯有被包裝過的真實才具有市場價值。與謝霆鋒相對沉默的財富安排方式不同，像柏芝對於輿論的反應則顯得更為直接和感性。那句被媒體放大解讀的孩子的未來我嚟守護，出自他近期在個人社交平台上發布的一段短視頻。視頻中他正在廚房給3個兒子準備晚餐，鏡頭掃過灶台上的燙鍋和案板上的新鮮蔬菜，他的聲音帶着些苦疲憊但語氣堅定，原話是：外面怎麼說我不管，我的孩子我自己攜帶，他們的未來我嚟守護。這段視頻的本意或許只是記錄日常生活，與粉絲分享作為母親的點滴，但經過娛樂媒體的截取和加工，孩子的未來我嚟守護這9個字被單獨拎出來做成大字標題，與謝霆鋒3億基金的新聞並列放在一起，瞬間營造出了一種隔空交火的緊張氛圍。評論歐里迅速衝入了大量支持者，他們盛讚張柏芝是獨立女性的典範，認為她用實際行動證明了沒有男人的剪，女人一樣可以給孩子最好的生活。但與此同時，批評的聲音同樣尖銳，有網友翻出張柏芝此前在綜藝節目中談到一個人帶孩子很辛苦的片段，嘲諷她一邊肉慘一邊立獨立人設。船有人質疑他多年嚟頻繁攜子出鏡，主動向媒體透露孩子生活細節的做法，是在消費孩子以擁持自身熱度。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評價，似乎都忽略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像柏芝作為3個孩子的唯一日常監護人，她所承擔的是日復一日、
瑣碎而繁重的照料工作。這項工作無法用金錢來衡量，也無法被簡單地歸結為偉大或者作秀。從早晨6點起床為孩子們準備早餐，到送他們上學、參加家長會、陪伴課外活動，再到深夜哄睡後獨自收拾凌亂的客廳，這些平淡無奇的日常構成了他守護的絕大部分內容。狗仔最偶爾拍到的畫面中，他要麼是素面朝天，穿着寬鬆 T 恤在超市挑選打折水果，要麼是蹲在遊樂場邊上看小矮子滑滑梯，背上的雙肩包已經洗得有些發白。這些細節中透露出的生活質感，與3億基金那種抽象的數字形成了鮮明而尖銳的對照。有人據說，他完全可以請更多的保姆和私人助理嚟分擔這些雜務，但他多次在訪談中表達過一種近乎執拗的觀念：孩子的成長只有一次，他希望親力親為地參與每一個瞬間。這或許源於他自身成長經歷的某種補償心理。他從小父母離異，缺乏穩定的家庭溫暖，因此他將自己未能獲得的那種無條件的在場加倍地傾注在了自己的孩子身上。這種情感動力是真實且強大的，也是他口中守護意志的真正吶喊。然而，我們同樣需要承認的是，像柏茲作為公眾人物，他與媒體之間始終存在一種複雜而矛盾的關係。他既痛恨狗仔隊的騷擾和偷拍，又無法徹底放棄曝光帶嚟的商業價值和公眾關注度。他的每一次偶遇拍攝，每一次社交平台分享，都很難說與雍池熱度完全無關。這並非對他的道德指責，而是對娛樂圈生存法則的客觀描述。一個利益帶娃的女明星，如果沒有持續的話題度和曝光量，她的商業代言和片約機會將急劇減少，而她要獨自撫養3個孩子，雍池體面的生活水準，就必須在被關注和被消費之間找到一個艱難的平衡點。所以，當我們看到張柏芝那句我嚟守護時，或許應該更寬容地理解她背後的多層含義。她既是一位母親發自內心的情感告白，也是她在職業生存與私人生活之間的又一次小心翼翼的博弈。如果我們將視線從謝霆鋒和張柏芝2個人身上移開，轉向那個在這場輿論風暴中始終安靜無聲的角落，孩子們的真實處境，或許會對整件事產生完全不同的認識。Lucas 謝震軒今年已經17歲，這個年齡的少年已經有了自己的審美判斷和社交圈。據香港媒體零星拍到的畫面顯示，他在澳洲留學期間染了一頭灰白色的短髮，耳朵上戴着銀質耳釘，身材高挑清秀，眉眼間既有父親的冷峻又有母親的柔和。他曾被同學拍到在校園音樂節上抱着電吉他演出，彈奏的是一首自己創作的英倫搖滾風格作品，台下尖叫聲不斷。有媒體試圖採訪他就家庭傳聞的看法，他禮貌地拒絕了，只說了一句這是我爸媽的事，我不方便說，便轉身離去。這份得體和界限感，讓人不禁感慨，那個曾經被謝霆鋒抱在懷裡，對着鏡頭吐舌頭的英人，真的已經長成了一個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年輕人。Quintus 謝震南今年14歲，正處於青春期的敏感階段，他更多地留在香港與母親同住，偶爾被拍到與張柏芝一起逛書店或看畫展。相較於哥哥的外向和舞台表現力，Quintus 顯得更為內斂安靜。有報道稱他對攝影和視覺藝術有濃厚興趣，學校的藝術老師曾向張柏芝誇讚過他的構圖天賦。而那個被外界猜測紛紛的3胎小王子 Marcus， 也就是張柏芝2018年秘密誕下的第3個兒子，如今已經7歲多，正在就讀國際學校的小學1年級。關於 Marcus 生父的身份，張柏芝始終守口如瓶。外界從新加坡富商到納地製作人猜了個遍，但沒有一個說法得到過證實。他將 Marcus 保護得極好，社交平台上只曬過他的背影或側臉，從未曝光正面照。這在某種程度上顯示了他對於守護意志的實際行動，至少他盡力為小矮子保留了一個相對清靜的童年。如果謝霆鋒的信託基金新增受益人確有其事，且確實指向某個未成年女性，那麼這個孩子將面臨的成長環境同樣值得我們關注。
在如此複雜的家庭結構和媒體聚光燈下長大，無論是他船是已經進入青春期的 Lucas 和 Quintus， 他們所承受的心理壓力都遠遠超出了同齡人的正常水平。他們不僅要面對父母離異的既定事實，船要面對父母各自新感情、新家庭帶來的動態調整，更要面對網絡上無數陌生人對他們家庭瑣事的指指點點。試想一下，一個10幾歲的少年打開手機就能看到關於你爸給了你每3個億卻不給你的陰謀論文章，或者關於你媽靠你博同情賺錢的惡毒評論。這種精神層面的侵蝕遠比金錢問題更為深刻和持久。近年來，不少在單親或離異明星家庭長大的星二代都曾公開表達過相似的痛苦。外界的過度關注和惡意取測，讓他們覺得自己的人生被當作一部公開播出的連續劇，而他們本人卻沒有任何拒絕被觀看的權利。從這個角度而言，無論是謝霆鋒的3億基金船是張柏芝的我嚟守護，如果他們的最終目標真的是為了孩子好，那麼所有成年人都應該意識到，給孩子最好的守護，是讓他們擁有不被輿論打擾的成長空間，是讓他們能夠像普通孩子一樣犯錯、探索、迷茫、找到自我，而不是在鋪天蓋地的比較和評判中，被逼過早地學會如何面對鏡頭，如何包裝自己的言行。我們也不妨將目光投向謝霆鋒和王菲這段已經擁持了10年以上的穩定關係。自從兩人復合以來，外界關於他們秘密結婚再度分手、王菲懷孕等各種傳言就從未中斷過，但兩人始終以極其低調的方式處理私人情感，極少公開回應，也極少合體參加綜藝或商業活動。這種態度與張柏芝相對開放、樂於分享的處事風格形成了鮮明對比，也直接導致了輿論在對比中對兩人產生截然不同的評價。支持謝霆鋒的人認為他負責任但不張揚，批評張柏芝的人則認為他高調且情緒化，而支持張柏芝的人則認為謝霆鋒用剪打發責任，缺乏真實陪伴。這種兩極化的評價本質上是對兩種不同價值觀的暫聚，一邊看重物質保障和理性規劃，一邊看重情感投入和日常在場。但如果我們放下這種非此即彼的評判框架，是否可以想象一種更包容的視角？謝霆鋒和王菲的穩定關係，或苦為謝家的孩子們提供了一個相對平和的後方之餐。有報道稱，王菲對 Lucas 和 Quintus 始終保持着友善但保持距離的態度，她從不在公開場合談論這兩個孩子，也沒有試圖扮演繼母角色，而是尊重他們與親生母親的關係。這種克制本身也苦就是一種難得的智慧。與此同時，張柏芝雖然獨自帶着3個孩子生活，但她與謝家的長輩，比如謝賢，關係始終未有完全斷裂。謝賢曾多次在採訪中被問及信子時流露出溫和的笑意，說兩個信子都很乖，經常視頻通話。這些細碎的信息拼湊起來，展現的並非媒體渲染的水火不容，而是一種充滿了邊界感，但並非敵對的多元共存狀態。成年人的感情選擇或苦有對錯，有遺憾，有不甘，但當他們都選擇將孩子的福祉置於個人恩怨之上時，這個複雜的家庭網絡就能夠擁持一種脆弱的，但也足夠實用的動態平衡。遺憾的是，這種平衡往往不被媒體和看客所重視，因為和平共處沒有流量，暗流衝動才能躍出版面。於是，每一次謝霆鋒被拍到與王菲同遊日本，都會引發冷落危子的指責；每一次張柏芝曬出母子合照，都會引發故意示威的取測。在這種過度解鬥的循環中，當事人無論怎麼做都不可能讓所有人滿意，而真正受到傷害的，始終是那幾個被鏡頭反覆掃過的孩子。我們全應該注意到，這場關於3億基金和母愛守護的討論，折射出的不僅僅是明星私生活的八卦，更是整個社區對於金錢、婚姻、親職責任的集體焦慮。在一個房價高企、教育內卷、年輕人普遍對婚姻和生育望而卻步的時代背景下，3億這個數字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廣泛的震撼，恰恰因為它代表了絕大多數人永遠無法企及的財務安全感。當普通人為了孩子一套學歐房的首付耗盡2代人的積蓄，
為了補習班費用在深夜輾轉難眠時，看到謝霆鋒輕描淡寫地為孩子挖出3億港幣作為教育基金，那種巨大的心理落差自然而然地催生出各種複雜的情緒：羨慕、嫉妒、不滿、嘲諷。而像柏芝的守護之所以能引發共鳴，則是因為他身上承載了無數單親母親的現實困境，要獨自承擔育人的全部瑣碎，要在經濟和精神上雙重獨立，要面對嚟自社區和前夫家庭的種種無形壓力。他的守護宣言，對於千千萬萬同樣在獨自帶娃的母親而言，是一種情感上的確認和鼓舞。但問題在於，明星的私生活始終被商業邏輯所裹挾。媒體和資本將這種焦慮和共情作為一種資源加以開採和利用，通過精心設計的標題和剪輯，將原本複雜的家庭敘事簡化為豪宅3億和含淚守護的對立揮馬，讓大眾在情緒的宣洩中忽略了背後更深層的結構性問題。我們真正應該關注的，也苦不是謝霆鋒究竟有沒有給那個4胎女人3億，也不是張柏芝是否在這孩子炒作，而是為什麼我們這個社區總是習慣性地將好父親等同於給錢多，將好母親等同於犧牲多。這種性別化的責任劃分，是否本身就對男女雙方都是一種枷鎖？父親的情感陪伴同樣重要，母親的經濟獨立同樣值得尊重，而孩子的健康成長需要的不是單方面的金錢或守護，而是父母雙方以及整個社區系統共同提供的安全網。遺憾的是，這些理性的討論在熱搜榜單上永遠幹不過一條謝霆鋒3億基金的爆炸性標題，因為前者需要思考，後者只需要情緒。當我們退後一步，從一個更長的歷史時段來審視謝霆鋒和像柏芝這段複雜的關係，我們會發現他們其實從未真正脫離過彼此的引力場。從2006年兩人秘密結婚，到2008年照片門事件對婚姻的劇烈衝擊，再到2011年正式宣布離婚，此後各自經歷新感情、新事業、新家庭成員的加入，他們的人生軌跡如同兩條時而平衡、時而交錯的曲線，始終被共同的孩子這根紐帶牢牢繫在一起。每一次其中一方的重大人生節點，無論是謝霆鋒的風味帝國擴張，還是張柏芝第3個兒子的出生，都俱被媒體重新編織進一個關於前夫前妻恩怨情仇的敘事框架中，仿佛他們的人生除了彼此對照之外再無其他價值。但如果我們帶着尊重去看待他們各自的發展，卻發現謝霆鋒在過去10年裡已經從當初那個叛逆不羈的少年偶像，蛻變為一個有着清晰商業邏輯和藝術追求的中年創作者。而像柏芝也在經歷了事業低谷和輿論圍剿之後，重新找到了自己作為母親和藝人的雙重身份定位。他們都在成長，都在改變，都從20多歲的年輕父母變成了如今40不惑的成熟成年人。這種成長過程中必然伴隨着新的選擇、新的關係、新的責任分配，而這些變化本應是私密的，屬於家庭內部協商的範疇，卻因為他們的公眾身份而被無限放大和曲解。我們總是習慣於用靜止的眼光去看待名人，把謝霆鋒永遠定格在甩手掌舉的形象裡，把像柏芝永遠框定在苦情母親的標籤下。一旦他們的行為不符合我們的預設，我們便感到被欺騙或被冒犯。這種拒絕動態理解他人的惰性私庸，或苦是我們吃瓜文化中最需要被反省的部分。此時此刻，當我們再一次在信息洪流中看到謝霆鋒4胎女人3億基金和像柏芝守護宣言這兩個標題並肩出現在屏幕上的時候，也苦我們可以嘗試做一個不一樣的選擇，先不要急着點開評論去讚罪，不要急着轉發給朋友並附上一句你看他斜線，他果然是這樣的人，而是先停下來問問自己幾個簡單的問題：我是否確認了這個消息的真實來源？我是否了解當事人的完整預警和上下文？我是否能夠想象自己處在他們的位置上，佢如何選擇？我是否有權利對一個陌生家庭內部的財務安排和情感表態做出道德評判？這幾個問題並不需要長篇大論的思考，只需要片刻的停讀和自省。但就是這片刻的停讀，能夠讓我們從被算法和情緒牽引的被動吃瓜者，
變回一個擁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主動觀察者。娛樂圈從來不缺少戲劇性，但我們的納心世界不必成為這些戲劇的延伸舞台。我們完全可以欣賞謝霆鋒作為商人的精打細算和長線佈局，也可以尊重張柏芝作為母親的親力親為和感性表達，同時並不認為這兩者之間存在任何必須分出勝負的對立關係。真實的人生永遠充滿了矛盾、妥協和不完美。謝霆鋒可能既是一個願意為孩子砸下重金的父親，也可能是一個在情感陪伴上有所缺席的父親。張柏芝可能既是一個將孩子置於首位的母親，也可能是一個在職業需求和個人情緒之間搖擺不定的母親。這兩套描述並不互相否定，他們只是同一個人在不同維度上的真實切片。如果我們願意接受這種複雜性，那麼我們就不會再被那些二元對立的簡單敘事所俘虜，也就不會再在評論歐里與陌生人爭得面紅耳赤。回望這則新聞發酵的短短幾天裡，從最初的匿名爆料到全網熱搜，從當事人的沉默到象徵性的回應，再到下一波更新線的八卦將其沖淡，整個過程如同一個標準的娛樂工業流水線產品。我們作為這條流水線的終端消費者，看似擁有選擇權，實則在大數據的精準投餵下，每一次點擊都在為這個循環提供動力。真正需要警惕的是，我們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喪失的對真實和複雜的內心，以及對他人隱私和尊嚴的基本敬畏。謝霆鋒和王菲選擇不公開回應，張柏芝選擇用一種詩意的方式表達立場。這些沉默和含蓄在他們的個人生活邏輯中是完全正當的，並不欠公眾任何解釋。而我們這些局外人，如果非要從這場鬧劇中得到些雜麼，或苦不應該是茶餘飯後的談資，也不應該是站最後的道德優越感，而是一個關於邊界的重新認識。明星的私人家庭事務，無論多麼跌宕起伏，本質上都不足於公共討論的範疇。我們消費這些信息的同時，也在無形中參與了對其家庭成運，特別是未成年子女的精神圍獵。關於謝霆鋒與張柏芝之間這場被媒體高度揮劇化的基金與守護之爭，我們首先需要清醒地認識到其核心事實基礎。所謂4胎女人的真實存在與3億基金的具體指向，至今仍缺乏權威信源的證實。在信息未經核實之前，任何基於此展開的價值評判都如同空中樓閣。其次，即便相關安排捉實，謝霆鋒為孩子設立教育基金是其作為父親履行經濟責任的常見方式，尤其是在高淨值家庭中，這種制度化的財富規劃本身就具有合理性。而張柏芝強調的守護，則重於日常陪伴與情感支持，這是育人過程中同樣重要且無法被金錢替代的維度。兩者屬於不同層面的責任表達，本質上是分工而非對立。我們應當摒棄將複雜家庭關係簡化為金錢對抗母愛的二元敘事，也要警惕對當事人動機的惡意取測。無論是謝霆鋒的沉默詮釋張柏芝的感性回應，背後都有其個人經歷與性格邏輯，外人無從也無需替他們定奪對錯。作為旁觀者，最理性的姿態是承認信息的不完整，尊重當事人的隱私邊界，不傳播未經證實的傳聞，不對未成年人的成長環境施加額外的輿論壓力。娛樂圈的八卦可以是我們閒暇時的消遣，但不應成為我們判斷人性與道德的依據。願每一次吃瓜都能帶着一分克制與善意，讓輿論場回歸理性，讓孩子的世界少一些窺探的鏡頭，多一些平靜的陽光。這既是對他人的保護，也是對我們自身媒介素養的修煉。